關於一啲足底筋膜炎嘅痛症啦、腳踭痛啦、腳腕啊、膝頭哥又或者係腰痛、坐骨神經痛，有冇諗過究竟個源頭喺邊度出現嘅呢？點解治療完之後隔一段時間又會出現翻嘅呢？呢啲情況啦，同我哋嘅行路姿勢係息息相關嘅，尤其咧發生喺外八腳行路嘅人係特別嚴重嘅，因為咧如果你用開外八腳去做你嘅日常活動嘅話咧，好容易會令到我哋嗰個腳腕穩定性唔足夠啦，從而令到我哋嗰個肌筋膜去旋咗、扭歪咗，咁咧仲會影響到我哋嗰個嘅膝頭哥啊，影響到我哋嗰個盤骨，影響到我哋個腰痛嗰個情況嘅。如果係一啲冇咁費力嘅方法啦，你哋可以去揾一啲咁上下軟腍腍嘅海綿波仔。只要每日習慣咧，我哋將個波放喺地下上邊，踩喺湧泉呢個位置。每日咧大概3至5分鐘，咁一啲好輕微嘅足底筋膜炎嘅情況咧就可以得到改善㗎啦。想體驗更加多治標治本嘅方法，DM 我留翻個專屬優惠俾你。